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9日暗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你知。中国发生白纸运动，避免这抗议国在扩大，中国政府调镇泊车，警方也会当随机甲人就查落来调查。选调基隆市长的谢国良进前讲，少年人做志工就会当换电动奥多摆，不过中央表示目前无针对某一个县市有一款的方案。去年有一个灵某甲伊的翁婿苦毒一个5岁大囡仔，害人半身不遂，佮青梅，就被法院以其判决10年6个月。为着要反抗这疫情封锁，中国这几天民众发起白纸运动。不过，中国政府即马说是加强戒备，这警察伫路里是当凊彩甲民众查落来调查的。目前是较歹看到大规模人阵，网络顶头也伫咧流传讲，中国官方下晡的记者会会有放零管制的这宣布，结果记者会顶头干那讲一寡官方的发言，并无任何新的宣布。为着严防白纸运动的抗议，继续愈拖愈快。中国政府伫上海、甲北京等等的所在加强警力的戒备，嘛派侪镇泊车，甚至伫路里甲民众临检。最近，中国各地展开反封控的抗议，原因是因为24新疆乌鲁木齐市吉祥湾社区暗时的大火，那像是因为封控，阻碍居民走出来甲抢救，造成民众伤亡。针对官方坚持动态清零的政策，民众是真不满。不过，二到下晡传出中国国务院要宣布放零防疫，消息一日出来，带动两花三地股市大起。香港的股票是大起超过700点，不过将基本的记者会，官方是无做任何新的宣布。对于防控的措施，我们一直在研究，不断在调整，最大程度保护人民利益，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近期群众反映的问题呢，主要不是针对疫情防控本身，而是集中在防控措施简单化、层层加码、一刀切，忽视群众诉求等方面。针对中国各地民众甲大学生拢举白纸咧抗议，要求放零伤过严格的清零防疫政策，咱国外交部甲陆委会嘛拢表达关注，呼吁中共当局要尽速采取合理适切的防疫的措施，来逐步调整跟放松一些不合理的管制，维护人民的生活的基本的权益、言论的自由跟行动的自由。陆委会嘛呼吁中国当局要赶紧回应人民的要求，调整不合理甲过动的限制，而且以理性甲和平的态度来处理抗争的事件。那在野党嘛呼吁要尊重民意，重视人民的需求，才会当避免冲突佮扩大。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白纸运动伫各地头开始摊开啊，着香港民众拜暗时伫中环示威，而且向乌鲁木齐火灾罹难者表示哀悼。另外，伫澳洲的雪梨，也有这中国留学生扮作小熊维尼，化习近平落台。那中国的部署有关共款是采用掠难的方式，甚至拘留 BBC 的记者，英国政府虽发表谴责，而且美国也支持民众和平示威的权利。中国镇压白纸抗争，英国 BBC 记者劳伦斯伫上海采访抗议活动的时阵，嘛互警方铐手铐逮捕，关几多点钟才被释放。对这代志 ，BBC 发表声明表达抗议，英国政府提出严厉谴责。不过，中国官方讲 BBC 记者无表明身份。有关记者未主动出示外国记者证，事发时，当地执法人员对现场人员进行劝离。在相关人员拒不配合的情况下，将其带离现场。目前这个白纸运动抗议到外国去，澳洲华人拜一伫雪梨市政厅外提白纸抗议，话民主未死，要求习近平落台。其中一个中国留学生故意打扮做小熊维尼，穿凉袍，伫清朝皇冠敲死习近平。At least Chinese students, most of them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30 years ago. I'm a little bit worried about their freedom may be taken by the government. 伫香港8月暗时，原来未少民众提白纸行上街路，以蜡烛悼念新疆乌鲁木齐火灾罹难者。捌伫2019年参加反送中运动的王凤瑶，伊摕黄色的雨伞声援，无想到却出现一个查甫人熊熊抢走伊的雨伞，互伊一个徛无在煞跋倒送伊。
白纸抗争世界拢有，中国讲这是一寡有特别目的的势力，甲防疫政策甲乌鲁木齐火灾人做伙讲，佮讲中国的抗疫一定会成功。而美国方面是表明支持中国民众反封控的和平示威。We continue to stand up and support the right of peaceful protest, and I think we're going to watch this closely, and we'll see where things go. 大地主的是，中国地面原当地乱的同时，确诊人数煞一直创下新高。无论是毋是继续清零，经济面至少伫短时间内也是会受到冲击。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讲到这场白纸运动的起因，是因为新疆乌鲁木齐有一栋公寓处发生火灾，害死10条人的性命。民众不满政府咧为着这防疫管控，却无顾百姓死活，就安尼死着上街头抗议。这是历史事件了后上届大规模的抗议行动。有国外学者认为讲，这民众对清零政策的不满，一直拖到对政治系统的不满。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讲，目前的诉求还阁停留伫咧对生活无方便，无亲像历史事件的抗争有清楚的政治诉求。民众组织起来，同齐甲用来甲社区加开的栅栏做伙烟火岛。因来另外一边，上海的民众摕手机翕公安，诉求要求这画面爱删除。民众嘛甲呛倒转去。你这么想干嘛？你说话好好说呀！各民众手举一束花，行伫路面，那想要挑战公权力。我拿一朵花，我犯罪了吗？我犯法了吗？没有。大声喊习近平落台，无自由甘愿死。根据国际学者的观察，这波民怨是因为不满封控过度，地区乌鲁木齐火灾造成重大伤亡，为求演变做对清零政策甲政治体制不满。We are increasingly seeing people voice grievances not just about zero COVID, but with the broader nature of the political systems. 为中国到海外，侪所在拢出现示威抗争，这民意敢有够力来撼动政权力？中国流亡海外的艺术家赖美美认为讲，为历史天安门到最近香港反送中的运动来看，并无乐观。在中国根本不存在真正的反对势力，没有组织，没有纲领，没有任何的明确的政治诉求，它很难真正形成对政府的威胁。白纸运动虽然是历史了后上大规模人民的抗争，不过根据学者的观察，这个人民的反弹是因为生活不方便引起的，甲历史有真强的政治主题甲诉求是无共款。伊评估，若要达到全国串联、大规模革命性的运动，可能性并不高。它其实目前来讲，并没有形成一套政治论述，因为他们虽然有提到什么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可是这不算是一个政治论述，因为你下台之后，你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的体制，这个完全没有讲。学者认为讲，中国各地人民反弹是因为封控不当引起的，对中国政权来讲，要解决并无困难。象征性甲执行不当的官员处分，象征性安大民众，这个事件无定就会结束啊。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伫咧台湾的中国学生是安怎看待这白纸运动呢？有人认为讲，这徛出来抗争的人是真勇敢，不过上届烦恼的因就是去互这中国政府甲因算忠孝。另外，台湾学生也有一寡人伫校园内面响应大白纸，表示支持白纸运动。校园的公布栏搭几多张白纸，教学大楼走廊的涂骹搭彩色的乌鲁木齐中路，东海大学有学生囡仔声援中国的白纸运动。对于这件事情其实蛮乐见的，毕竟大陆的被隔离太多时间，他们其实受不了了。台湾的底卡平台2月开始，陆续有真侪间大学的学生囡仔询问安怎声援。复旦历史系伫学生囡仔一定会经过的路壁顶搭白纸，甲支持中国民主自由的海报。伫台湾读册的香港学生囡仔家己讲，伊挺白纸运动，希望中国倒来，毋过嘛烦恼这学生囡仔甲民众的下场。要你们说不要怕到我样子，怕到我名字，其实不是我怕我自己人身自由的问题，不是怕我安全的问题，我是怕我家人有事。伫台湾读册的大陆学生囡仔接受访问的时阵讲，伊人无伫中国，毋过会尽量去声援这的行动者。昨天就是有在六广场办那个行动，然后还是有不少路上到的，然后就这些当时的朋友到前面嘛，还是会觉得蛮感动的吧，然后有这样的一些很勇敢的表达。这个大陆学生囡仔讲无特别甲中国的朋友讨论，毋过为社群看到有一寡朋友家己去城市地票进行悼念。中国真侪城市、真侪间大学拢有白纸运动。教育部长潘文忠提醒，伫中国读册的台湾学生囡仔爱注意家己的安全。
中国留学的求学的学生啊，大概有12000多名哈，也应该要密切的注意一下这个整个在中国大陆的这些动态哈，也要特别注意到自己自身的安全。中国的大学生为校园出声，潘文忠认为疫情将近3年，行动受到限制，这是少年人较会感受到的。客观来讲，真侪国家已经渐渐走向正常防疫，现阶段应该考虑学生囡仔，互因正常上课，转来到正常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届9合1选举呢，这民进党是输人忝忝，党内检讨的声音搁再出现。总统蔡英文辞掉党主席，行政院长苏贞昌要辞选去放留落来。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王世坚就要求苏贞昌爱落台，未来这内阁会安怎改组呢？众人也拢是真关心。甚至党内有人认为讲，这未来选举机制爱等靠初选，唔是用定调的方式。苏院长，你应该辞职鞠躬下台。如果是被社会逼走的话，那真的是够难看的啦。9合1选举结束，民进党惨败，党内一流检讨的声音。蔡英文总统随请辞党主席，行政院长苏贞昌第一时间口头请辞，低调汇流，引起立院内部反弹。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王世坚开出北疆第一枪，爱苏贞昌落台。有立院立委建议，爱重新思考布局内阁团队。内阁里面确实有很多的阁员哦，在这个问政的过程中哦，确实展现了一些对民意代表态度上的所谓的轻蔑。另外，内阁改组时间点，立委可提给略算，可能落在明年1月立委补选了后，败选的民进党等待重新布局。民进党30来召开中常会，推派代理党主席，目前高雄市六但期盼红跨做可能竞选。民进党会决定代理党主席的人选，尊重党内的机制。假如不检讨，原地踏步，互相指责，这个党不会进步。这摆提名机制也互列为惨败关键之一。原本互看好政军北市府的陈时中，最后落败。民进党立委何志伟批评，乌道进入决策核心，不管选情的协部。有媒体报道，蔡英文总统离北，邀请陈时中甲竞选团队成员到官舍食便当，所以外加做批评何志伟大会。当我们在讨论大是大非当我们要努力找回理想，努力找回我们的价值，当我们应该做出改变，回应民意的时候，让我来回应这些幻想文，回应这些枝微末节，我们会很对不起我们的支持者。何志伟离稿声明表示，当民进党要讨论大是大非，拍拼找回理想甲价值，应该做出改变，回应民意时，回应一寡幻想文，对不起支持者，高向支持者回失礼。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屏东县长的选举，国民党候选人苏清泉要求检票以外，也民众发现讲这开票时阵呢，工作人员无把票电出来互看，网络也开始出现讲这选举人数有人造假这个假消息。屏东县选委会表示，投开票所的开票过程确实有做无好势所在，会另外处罚，但是全部过程拢是公开的，绝对无违法的问题，也呼吁民众唔通乱传一寡假消息。另外，屏东县的民进党党部也已经针对假消息报警察了。2号苏清泉一票，6号黄明贤一票。工作人员将选票展开，互大家看，搁公布唱名，什么人得票。这是投开票迄天，屏东县选委会认为中正确的开票方式。也毋过网络上流传这段影片，选票填伫桌顶一一计票，无公开展示，引起争议。屏东县选委会证实，这是屏东东港国小投开票所调查了后，确认有无量票的欠点，也毋过票数甲计票过程拢公开，无不法。那个瑕疵点呢，就是在他没有把这个票呢完整的拿上来。有的人说是严重的违法。但是呢，我们屏东县选委会就说这只是一个瑕疵。屏东县选委会表示将定处，也毋过除了这段影片，面册也是赖群组也出现屏东县投票人数造假，机关票数甲原有票数差20几万票假信息。选委会强调，主要候选人拢有推派监察员依法监票，票数汇报也甲计票结果符合。呼吁民众唔通转传无经过证实的假信息。民进党屏东县党部也伫礼拜暗报案，将收集的资料交予警方查明。提出宪票诉讼之后呢，网络就是持续的一些不实的讯息，
一直在网络上面传递当中了。截至昨天晚上并没有停歇。警方表示，会通知相关人员到案说明依法检办。选后第3天，不少民众也是聚焦伫选举话题，国民两党也透过司法捍卫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已经选调基隆市长的谢国良，伫咧选举进前话讲，这少年人做志工就会当送电动奥多摆证件，外界也拢伫咧关心讲，这敢真正做会到咧？事实上，经济部、交通部、环保署相关部会在内，拢无针对某一个县市有补助方案。谢国良表示讲，内容会详细规划了后，才会对外做说明。骑车伫大街小巷走，靠电池无需要加油的电动机车，渐渐变做环保的选项之一，搁互人摕来做成选举的政策。像基隆市长当选人谢国良，伊选举前就喊青年担任志工，就送电动机车的相关证件。不过想要实施这个目标，可行性如何呢？可能要过一段时间也才能知道说他是真的有在执行，还是只是我口头说说的而已啦。觉得补助有可能，但是如果要直接送，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办法。选民民众大部分是持保留甲并款的态度，不过交通部嘛表明无补助私人运具。经济部是讲，民众购买电动机车，全国拢补助7000块，无单一县市的补助。环保署嘛回应，无全国通用的汰换奖励，无针对单一县市的相关预算编列。老旧机车是淘汰就有2000块的补助，再换购电动机车会有1000块补助，补助方案都是全国通用的哈。如果地方政府它有提出相关的加码或者是其他补助的方案，那我们乐观其成，地方政府筹措相关的一个预算。相关部会拢讲，地方政府要加钱，爱家己编预算，也互外界伫烦恼政策敢有法度实施。我也请大家给我一点时间。让我能够进入到市政府工作后，再为大家把这个政策的一些细节来开始推动。那我们谈的补助也都是全国通用的。谢国良回应未来针对政策细节的推动，希望大家搁予一寡时间，才会伫选前的政策牛肉，选后要安怎履行实施，是毋是会当得到地方甲中央的资源，这拢是新任县市首长就任的考验。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看这条是一个大人拍囡仔这款的新闻。这去年4月呢，伫宜兰有一个灵母甲伊翁婿，甲一个拜托因斗出的5岁查某囡仔拍甲半身不遂，目睭阁青眉，互法院判刑10年6个月。最高法院也驳回这个灵母的上诉专案决定。另外，伫彰化最近有一个3岁的查甫囡仔，伊规身躯拢是乌青，而且送去病院进前就昏迷不醒。地方法院认定这妈妈甲伊的当事人双人罪嫌重大，裁定这姓张的老母限制居住，姓陈的当事人羁押禁见。去年2月，宜兰发生虐待儿童案件，姓詹无照的年母受委托照顾一个5岁的查某囡仔，煞甲翁婿做伙拍囡仔，致使查某囡仔的脑部受损，半身袂振动，正目拢无看。今年7月，台湾高等法院判2个人各10年6个月有期徒刑，案件上诉进入3审。最高法院审理认为量刑理由充足，而且无超过法定刑度甲法官裁量权，决定驳回专案定案。本院认为第二审已经审酌曾女在行为时的一切有利不利的科刑结果，所以在量刑上面并没有过重的裁量权滥用的情形，所以对曾女量刑的部分上诉也一并驳回，就是2审的判决就定验确定。彰化日前嘛传出虐待儿童案件，一个3岁查甫囡仔好亲像互人拍甲昏去了后送医，院方发现查甫囡仔的脑出血混迷指数剩3，全身真侪所在乌青。彰化地检署接到通报，甲查甫囡仔姓张的生母甲姓陈的当事人具体到案，询问了后，认为2个人犯罪嫌疑重大，涉犯以少法、刑法杀人罪这个罪嫌，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全身大大小小非常多的这种淤青、淤血重伤，那还有就是在小腿、大腿、臀部以及背部都有发现多处藤条抽打的痕迹，应该都是长期施打所造成的。检察官就发出拘票，将2人提起到案之后讯问，那讯问完毕，认为有犯罪嫌疑重大，有勾串之余，所以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中华地方法院28暗时裁定，姓陈的当事人讲话甲相关证人所讲的无共，有交给吐口径的顾虑，裁定羁押禁见。姓张的生母是无羁押的必要，毋过爱限制期段。中华社会处表示，因为姓张的女子户籍是伫新德县，后续会甲新德县政府讨论查某囡仔后续的安置事项。记者综合报道。在顶个月，台北市发生马来西亚查甫大学生去互吹死案件。这姓陈的嫌犯一开始讲，这个死者是伊的女朋友，落尾伊的口径却是改来改去。警方认为讲，这嫌犯自首是为着要减轻罪行，毋是真正要来悔改的。今仔日依照杀人罪对伊提起公诉，并且法院就要甲伊判刑，判互当。要食药自杀，更像趁家送医。姓陈查某人互叫醒，随讲出杀人啊！马国女大学生命案就安尼记讲，案发了后经过1个月过，就算姓陈嫌犯自首，检方离告专案终结，又以杀人罪嫌起诉，请求将当量刑。被告并无悔意，没有刑法第62条减轻其刑的适用，本案不应该轻重，因此我们建请法院从重量刑。批评嫌犯无后悔，检方认定嫌犯自首行为无发自内心，案发了后讲是协助自杀，各界讲是要吓惊伊讲法企图，想要暗抗缓刑，甲自首意志无符合，甚至调查发现，早伫事发前1个月，伊就有要杀人的动机。摆伫网络以杀人等文字搜寻相关文章，也过摆走去药妆店买药品。警方认为伊早就有无拍算伫杀人了后畏罪自杀。不过姓陈查某人委任律师是讲，当事人已经表达后悔。我去办理律师接见的时候，这个被告对于整件事情的发生，他是深具悔意的。他说他当下没有真正要他死亡的意思。我想他这个是他内心的一个本身的一个陈述跟想法了。委任律师强调，姓陈查某人希望会当甲死者家属达成和解，尽量弥补遗憾。只是因为金钱争执，就用手电射穿女学生的阿妈棍，造成未喘气身亡。死者家属失去查某囝，天伦万岁，对伊的所作所为真派原谅。记者综合报道。即马表出讲，有一寡检警高层会去台北市信义区某一间私人交替所。这间交替所的负责人郭德炳，因为牵涉洗钱等案件，已经走路去到国外了。着立委质疑讲，这代志爆出来已经几过啊，检警办案说是拢无进度。不过检署表示，目前已经交予台北和新北地检署侦办了。地下会队主嫌郭德敏，伊开设的私人交替所，标出有几个检警出入，引起风波。伊因为涉及洗钱等等的案件，伫互逮捕进前走去外国秘。不过警方侦查到达，掠人的进度，互质疑也无进展。我们并没有跟美国签订可以引渡的协议，司法互助协议。所以到现在呢，郭德敏都还在国外吃香喝辣。我们的检警到底做了哪些调查？还是都查无不法？还是都没有，根本没有在管，都让人家觉得非常的怀疑，非常的疑惑。法务部长蔡清祥、甲内政部长徐国勇拢去用点名，时代力量呼吁讲，爱公开调查的结果，除了关注查缉的进度，包括警大校长陈德文、警专校长张国文，也有几个检察官，小连续涉及交替所的风波，检警纪律的问题嘛引发争议。昨天有邀集台北地检跟那个新北地检就这个案件的一个分工来进行相关的一个讨论。针对郭德敏的案件，高检署表示已经分案做调查。北检负责涉嫌食钱的案件，因那新北地检署是侦办涉嫌洗钱的部分。警政署嘛发声明，强调警察当人若违反纪律，一定会严办。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乌克兰伫礼拜表示，罗西亚军队可能会撤离扎波罗热核电厂。不过，这罗西亚拜一虽讲无这个代志，事实上，这两军交锋对垒，上界可能就是老百姓，就是对红袍，因为着要夺命，秘伫咧厝内面的地下室，特别高个月时间。两日下日口行到楼梯，掀开玻璃啊！这就是四月8日阿某过去我9个月生活住的所在。Где-то с апреля, март-апрель, где-то с апреля. 9 апреля нам снег, ой, я не помню, 27 апреля нам свет выключили, и мы вот это. 地下室抗冰层了后已经无什么空间，要伫遮生活几个月，毋是简单的代志。也毋过
4月8日，阿某无法度，因为俄军入侵了后，炮击声伫乌克兰东部顿内茨克这座前线车阵无停过，真侪地区风山做白白撤回时，因的厝也风炸掉。即马地下室已经成做永久的大所在。Хотим поставить буржуйку. Ага. Вот тут это. 搁较艰难犹原无想要离开，最近这对阿某拍算要装一个插火炉，会当伫无水、无电、无电器的情况之下度过寒冬。附近的查普罗热核电厂是风声俄军可能撤离，消息来源是乌克兰国营核电公司。因讲最近有现象显示，俄军特别离开查普罗热核电厂，或者是将控制权转予国际原子能总署。Але говорити про те, що військові їдуть звідти, поки ще зарано. Такого зарано, ні, такого немає, але готуються. А що з персоналом? Всьому персоналу станції зараз заборонено на блокпостах виїжджати на територію України. 乌克兰讲，俄军会将封锁撤回边界，乌克兰将会收回核电厂，也无这项讲法。加藤讲随后克里姆林宫否认。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ли Россия собирается вывести свои части? Не нужно искать каких-то признаков там, где их нет и быть не может. 俄军3月占领扎波罗热核电厂期间，双方互相指控对方炮击核电厂，造成国际紧张。联合国监督机构进前呼吁各国将核电厂非军事化，但过后莫斯科以确保安全为由拒绝。公司新闻7月6日电。欧洲的刑警组织2月宣布，在真济国家的合作之下，找到一个控制欧洲1/3毒品市场的毒品集团，而且搁再查到30多吨的毒品，抓到49个人。欧洲刑警组织成员国用2年时间所策划这场跨国大规模缉毒行动，叫做沙漠之光。这个月初8至19收网，警方在法国、西班牙、比利时、荷兰一家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抓到49个嫌犯，超出超过30吨的毒品。警方讲，这个毒品的超级集团以加密通讯服务 SkyECC 安排毒品为南美洲运送到荷兰的安特卫普加鹿特丹2大港口，控制欧洲1/3的cocaine供应。荷兰当局指出，一个37岁有荷兰加摩洛哥籍伫杜拜抓到的嫌犯，涉嫌伫2020加2021年进口几6000公斤的 cocaine。类似真出名的毒贩这届拢总有6个人抓到。荷兰警方表示，因以大规模毒品走私甲洗钱的罪名，要求为阿联引渡嫌犯。专家指出，数据显示，过去10年欧洲得到毒品的管道逐年增加，相关的犯罪行为原来一直升悬。敢若以去年做例，估计就有350万成年人食毒。西班牙警方这个月修炼线查毒品，破获一件上大规模的大麻案，超出差不多110万张大麻。不过，毒品政策一个资深专家是讲，这种行动无啥可能会对欧洲的 cocaine 市场产生重大影响。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今仔日是卡达世界杯球球赛第10档的比赛，虽然世界各地头的球迷拢来到现场，不过伫场外却是出现卡达政府无重视人权的问题。为着要办这球球赛，卡达政府大量引进南亚移工来做建设，不过说别出讲欠人薪水、即劳工思想的问题，但是也是有劳工是真满意这寡劳动条件。球迷极度欢呼，用来会旗啊庆祝胜利。卡达世卡赛进入第10天的比赛，来自全世界的球迷穿着亮丽球衫，继续伫现场收到赞赏。也毋过画面一转，来到市郊的亚洲城球迷区，只看到穿着素素的外籍移工去做伙看球赛。Not that much cheaper to go for the World Cup match, right? That for also ourselves we are feeling proudly that Qatar is doing very well and proudly thanks to Qatar for us giving opportunity to work here. 看球赛对这场移工来讲是辛苦工作的加外奖励。为了兴建世卡赛场馆，卡达政府自2019年处理主办权了后，就大量引进南亚劳工，真侪人对这份工作感觉满意。এই স্টেডিয়ামে আমরা কাজ করতেছি, এই স্টেডিয়ামে খেলা হইব, তো ফিফা ফুটবল ওয়ার্ল্ড কাপ খেলা হইব, তো ভালো লাগতো আর কি কাজ করার সময় যে এখন ওখানে খেলা চলবে, এখানে আমরা বাংলাদেশে আছি。也毋过兴建过程也一直传出工商意外甲剥削劳工的情况，像这位来自尼泊尔的油漆工人，那伫无安全设备的情况之下做事，也防欠薪水，所以决定提前返乡。
सेवा सुविधा त त्यहाँ सबै हाम्रो मात्रै कम्पनी होइन सबै कम्पनीमा त्यस्तै हो त्यो किनकि अब त्यहाँ चाहिँ अब मलाई पनि भन्ने बेला त्यहाँबाट जाने बेलामा 1200 भनेर लिएर गएको थियो तर उहाँ गइसकेपछि मलाई 900मात्रै दिएर चाहिँ卡达大约有290万人口，大多数是外籍移工。为了进行细卡赛建设，卡达要首发定出每个月大约8500多台票的基本薪水。针对会馆劳工的团份，主办单位是讲已经补偿劳工。另外，伫细卡赛举办过程也传出像无尊重多元性别族群等人权事件，互卡达细卡赛大上乌影。公司新闻neu间编译。讲到即马，这罗西亚和乌克兰是继续伫咧相战。不过，这个《华尔街日报》指出讲，因为美国提供乌克兰大量的军事援助，造成美国要背互台湾的军事武器被付交会。北京国安会发言人关闭表示，美国一定会协助台湾自我防卫。国防部也强调，军售案的进度是机密，未对外说明。俄战争为2月开始以来，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因为美国大量军援乌克兰，已经造成武器供应出现空棚，对台军售就安尼拖延到货，累计已经达到190亿美金。Of course,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look at what the next iteration of that needs to look like and when that would occur. But we take very seriously our responsibility to help provide Taiwan the self-defense capabilities that it needs. That's in accordance with law and policy, and that's not going to change. 北京国安会发言人科比伫记者会表示，美国一直秉行自身盟友合作盘甲销售武器方参乌军库存，这是平行行为。也佮表示，拜登政府顶日才签署10亿美金的对台军售协议，美国会评估后一摆的需求甲什么时阵提供，也毋过对台交付军售设备，敢是有积压的情况，科比是无关于正面回应。那么整体来说，目前所有美方对我们的军售都按照程序进行。那么至于这些执行当中的案子，它的细节进度，那么都属于双方的一个机密，我们不会对外做一个明确的说明。国防部强调，美国军售一切按照定序进行，甲各个部会会共同拍拼，希望如期如期完成。也毋过，目前包括2015年在2月台湾订购的208组标称反战车武器，215粒刺尖防空飞弹，2笔订单到达由外拢无交付运到台湾。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晓雅今日举行记者会，表示各合一选举过后，外界拢伫咧关注美国安怎看待这届国民党选赢，敢会影响到美国未来协助台湾的意愿。孙晓雅强调，有伫咧关注这选举，过去60年合国党派拢有合作，美国的立场未改变，也强调支持台海和平，协助台湾有自我防卫能力。And I'd like to start off by congratulating the voters in Taiwan on the recently concluded elections. 会场先祝福9合1大选顺利举行。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晓雅就任以来第2场记者会，选伫地方大选了后举行。各界关心这届国民党得到胜利，是毋是释放亲近中国的消息，进一步影响美国未来协助台湾，还是提供武器的意愿？孙晓雅讲，上当选美国立场无改变。The United States takes its responsibilities unde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very, very seriously. We will continue to do whatever happens in any future election, regardless of who wins or loses. 孙晓雅承认台海和平甲协助台湾的自卫能力的承诺，但是最近台积电受到世界关心要去美国设厂，引起企图台湾的忧虑，也甲影响美国护台政策。孙晓雅是讲，台湾是全球半导体关键，佮讲3月透早就要去凤凰城参加台积电美国厂的开幕典礼。TSMC's desire to diversify production location is a market-driven desire. Investment decisions don't have a bearing on our support for Taiwan unde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孙晓雅回应最近的热门话题，也搁再表示，台美关系真坚定，是印太区域的重要友伴。伊原来有4大主要的目标，都是支持台湾有自我防卫能力，打造供应链的韧性、国际空间的参与，强化经济甲人民中间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
为着要彻底实行新兴障碍者权利公约 CRPD 的精神，而且会加强社会安全网精神卫生法修正草案，今日伫立法院三读通过啊。除了加这社区支持资源列入去，互病人出院了后会当回去社区生活。强制住院也会改做是用这法官的保留原则，而且采用参审制。强制住院是袂当超过60天的。这新法案算伫总统公布了后2年施行。去年9月，一个屏东女性的超商店员，捡一个有精神疾病的男性攻击伊的面，目睭嘛互挖出来，大概是拢惊一条。为了保强社会安全网，立法院29三读通过精神卫生法修正草案。针对这点，精神障碍民间团体认为讲，新的法令除了精进精神患者个人管理的照护，嘛甲社区的支持系统包伫法令内底，互患者出院了后，社区嘛有相关应对的措施，患者嘛会当重新回去社区生活。你不可能数馒头数那60天，然后这个病人就康复，他还没康复，知道你又回家了。这个生活里面怎么样去帮助这个障碍者，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可是这个关键过去都没有被指导，家属也不知道怎么接。精神卫生法伫民国79年公布施行到今，已经32年无大幅度的修正。这届修法5个重点，包括积极布建社区心理卫生中心，甲多元社区支持资源，强化疑似病人的通报。建立规矩处理的机制，保障病人的权益，防止污名化。甲强制住院改采法官保留原则，而且采取参审制。也若强制住院袂当超过60天。用专家参审的方式来决定我们这个精神病人的强制住院。那这个可能也比较符合人权呐。国外也大部分是由法院法官来做裁定的方式。因为新的法令牵涉下部会。而且沟通协调的层面真宽，三读通过条文明定精神卫生法施行的日期，除了强制社区治疗、强制住院治疗的条文，也有应对的法则。实施的日期由行政院会同司法院决定。也若其他的条文是为公布了后的2年实施。记者综合报道。今日交通部召开记者会，统计今年正月到9月，这交通事故平去年增加6%，伤亡人数同款有增加。而且交通部观察讲，这死亡族群上届主要拢是骑奥多拜族群甲高龄者，针对这部分会特别关注，也会改善意外发生。交通部长王国材29主持交通安全说明记者会，道安会统计今年正月到9月，交通事故有27万左右，造成约2300人死亡，30万多人受伤，比平去年同期各项拢有增加6%左右。其中死亡人数上主要是机车族群甲高龄族群，机车死亡人数平去年增加14.2%，高龄族群增加10.7%。大安表现比较差的县市的重点辅导，包括我们的辅导团到县市去，然后每周内管有数字就跟这个县市政府来谈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才实施2个方案哈，机车的防治的专案，另外一个是高龄者防治的专案。防治专案的部分，交通部讲会增加科技执法、教育训练、宣导等等方式来执行。但是有民间团体甲立委长期主张，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99条，也就是机车袂使骑伫内侧车道的禁行机车规定，是造成机车事故多的原因之一，呼吁应该提掉。机车不得行驶内侧车道，严重限缩机车行驶路权。也因强迫机车行驶外侧车道，增加机车肇事风险。对于机车的管理应该因地制宜。那目前我们还是觉得说这条还是留着，我们是希望说透过一些这个弹性的处理。另外，交通部提醒11月30开始，电动自行车改名加做微型电动2轮车，要满14岁才会使骑，而且新车要登记领牌投保，旧车嘛要伫2年以内完成。无领牌上悬会使罚3600块，无投保罚1500块。另外，若违法改装，上悬罚5400块。记者郭宝根调水台北报道。社会伫咧变化，即马查甫是变悬变大。为着要互大家了解这性别平等的重要，台中市社会局和在地歌戏团合作，伫庙口头前演出。也因为真侪较早故事拢是重男轻女，即届演出剧本要做一改编一寡不合理的现象。希望大家透过歌戏来了解到性别平等的重要性。
大咖的观众坐甲伫甜甜，看到演员一出台，噗啊声响袂离。台中市社会局为着推广消毒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使到特别甲台中在地小金鸡歌剧团合作，希望透过歌戏的演出来传达性别平等的观念。基本阮有新编过，甲性别平等的观念，拢是有一个创新，会当互社会人知影讲男女是平等的。那我们今年呢，还有从很多的音乐啊，从很多的歌曲啊，去找到那里面的性别的这个议题哈，你们也可以看到那里面如何的来落实我们的 CEDAW 的好几个重要的这个理念。起兵万岁，白白咱拢是火头军，为什么男儿每月是领一两，努力敢若600份命命，咱白白拢是做同款的代志，这分明吼就是性别歧视啊！这出木桂英是传统的古色戏，内面有真侪站头是以男性做主体，颠倒无看重女性的才能。这届小金鸡歌剧团也甲剧情改编，重视男女平等，男女做伙换家，拍破男女的限制，薪水就要变悬变多，女性也会当受教育，女性也会当出头天等等的观念增加伫戏文，唔能用平权的概念增加戏码的高度，也甲CEDAW的意涵推广出去。所以这届演这个性别平等，感觉讲这个教材就是颠覆传统，甲传统的物件无共款。这种的戏出，家己做，家己嘛会检点。新的观念啊，新的做法，这歌戏真好看。甲一般较早迄古早的迄观念拢无啥物共款哦。传统的歌戏结合性别平等的意识，唔那是一种创新，也是一种跨领域的结合。各甲演出场地经伫庙口来参香礼拜信徒拢留落来看戏，对歌戏的剧情咧走，大家伫快乐的笑声当中，也学到人甲人之间的互相尊重。记者田家豪台中报道。对2008年开始举办的台湾国际学生创意大赛，今年分做视觉传达，还有产品设计等等。学生透过产品展现家己的想法。这届摕到年度大奖的是底片违禁品，作者用有心的负责人违法拘留来探讨属地议题。有心人伫采买时，互员警来临检，违法拘留者会拄到什么权益的问题？台湾技术大学的学生用家己本身的故事来探讨香港的社会文化。这支底片违禁品得到台湾国际学生创意大赛年度大奖。我是从我妈妈身上就是想到这个故事，其实她就是故事里面的主角。大概就是讲一个孕妇，她来到一个就是不属于她的地方，她想要在这个地方生下小孩，但是因为是违法的，所以她才会遭到警察的追捕。创作的主题结合联合国影响发展目标，让学生用创作发挥创意。嘛有学生是以讲给阿嬷用皮围罐灌湿去发想，得到产品设计金奖。因为现有的话是就是需要双手，然后就是一个，然后用倒的模式。我是运用一个支架，然后让它可以架设在桌子旁边，然后让它可以透过转扭的方式，就可以直接让液体流出。另外，嘛有学生设计关心食物包来推广关心禁止环保的手法，已经办了10几档的台湾国际学生创意大赛，总共8挂件学生作品，来自国内外66个地区，以视觉传达、产品设计等做分类参赛。近年来，各国学生参展嘛愈来愈多，互因嘛当有发展脚头开舞台。记者W开台北采访报道。正出名的翕相家柯昭邦用40年的时间记录台湾的国家公园，包括阳明山、玉山、雪霸国家公园等等，拢透过伊的镜头替台湾这块土地记录一寡珍贵画面。一寡相片目前当咧新竹县文化局电台。为着要将国家公园珍贵画面记录落来，就要爬过一粒搁一粒的山头，才有法度翕一张相片。林业家徐兆芳开40年的时间。将台湾10个国家公园的美丽风景变作珍贵的相片，觉得蛮感动的，因为这就是很难想象，这就是我们从小长大的国家。透过我的镜头去收集这10个国家公园，然后集成一本画册，宣导说：台湾这块土地非常的漂亮。徐兆芳讲，一张好的作品必须爱先感动家己，才有办法感动别人。为着要翕好的相片，过程常常拄到真侪困难。有当时一个所在要行几6摆，阁无一定有机会。有一年我是在除夕夜吃完年夜饭，我就上山，一直待到元宵节才下来。所以在那个15天当中，我
就是等于14天再加22小时，是天气完全不好，是整个人笼罩在云雾里面。只有2个小时天气好，那2个小时天气好的美景真的是叹为观止。展览在新德馆文化局等到12月初4，民众透过作品会当了解台湾国家公园，也对相片内底感受台湾美丽多彩景色。记者对君和新德报道。欧美国家合作的准备重返月球阿提米斯计划，目前6号10号太空船已经飞满2礼拜，也因为这飞距离超过434500多公里，打破太空船阿波罗13号飞上界远的纪录。头一摆展开的6号星太空船测试飞行，有同款头一摆登场的太空发射器系统 SLS， 伫台湾时间16下昼2点47分发射升空，到拄过的这礼拜六已经进行4月飞行。On Saturday, Orion surpassed the distance record for a mission with a spacecraft designed to carry humans into deep space. And that record before had been set by Apollo 13 at about 248,000 miles from Earth. And just over an hour ago, Orion set another record, clocking its maximum distance from Earth, 270,000 miles. NASA 太空任务中心指出，由欧洲太空总署ESA制造的6号星号，目前为止伫4月飞行甲射返的电力消耗比预计数量较低，同时产生的电力比预期的悬，显示燃料效率真好。若讲一切顺利，6号星将伫台湾时间16月12返来地球，到时阵太空舱的隔热站将会面临严格考验。就伫欧美各国进行重返月球起步的同时，俄罗斯西北部的普列谢茨克基地预备由军方调用俄罗斯太空总署的联合号2.1B 型载运飞机，将编号 Cosmos 2064的导航卫星送去地球轨道。因为是军方发射，同时俄罗斯家己的格洛纳斯导航系统是飞弹攻击袂当欠的一款。即摆卫星发射甲俄军进一步对乌克兰发动飞弹攻势的关联性有待观察。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吉人到新竹对18度到20度，苗栗到云林对19度到26度。嘉义到屏东对21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8度到25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2度到23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1点咱再相会。Thank you.